骨倒了后，身躯顶有3个明显的血痕，腰嘛拢乌青。坐轮椅去急诊，医生判断倒边的胸坎受伤，佮有倒边的骨头骨折。代志发生到当超过20天，除了外伤，佮有不明的内出血，平均3天爱登去病院一摆。浴室尖角再加上那个脚踏垫的那3个尖角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。伊是伫饭店的月经受伤，因为药桶伤悬，为了保护囡仔，伊某3岁后生自药桶行出来，所以因为伤过骨倒，直接弄到药桶边啊较尖的所在。平均我每3天不到我就要进去一次，从我的外伤看到我的腹部里面的不知名原因的伤害。因规家伙仔3个人，去年12月底真欢喜去到家己这间外观真死行，搁主打亲子友善的饭店大，是大汽车旅馆式的房间。当时囡仔才拄入去无偌久，就跌倒。因为我们小孩子一进去，其实就跌了好几次。妈妈认为饭店内底支骨的设备严重不足，真危险。出代志了的处理态度，互人感觉真无保障。如果是标榜的是一个亲子饭店，是一个温馨。又一个可以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情况之下，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客户碰到这样的事情？饭店向华视新闻回应，真遗憾未发生这款代志，因会出民众的医药费继续关怀。不过当事人强调，受伤已经是事实，是希望饭店对安全防护会使改进检讨，莫让相同的意外有机会再发生。